大家好，這是 Chester 頻道，我叫 Kirill，這裏我們討論手錶。Casio 在1年內首次更新了 GBM 2100系列，這是帶有藍牙、太陽能電池和漂亮錶盤色彩的鋼製八角形，立即推出3個版本，所有都可以在我們的商店 chester-club.com 買到，連結會在描述中，所有3個版本就在我們面前。當然，一眼就能認出八角形錶圈。八角形是 G-Shock 設計中已經穩固的形態。我哋喺唔同版本同系列都見到佢，無論平價定高級都有。這裏是介於中間的東西，提醒一下，我們已經有了首批 GBM 2100型號，當時有4種顏色版本，3個已經進行了評測，第4個是白色錶帶，所有人都在等待，我也在等待。最近就有一隻送到我哋度，我都只係啱啱趕得切影咗條短片。我們將其放到我們的網站 chester-club.com， 然後立即訂購。是的，不幸的是，甚至來不及做評論。沒關係，這是2024年從9月24日推出 Rui Hachimura 籃球版本後，這個系列1年沒有更新。現在 Casio 向我們展示了3個版本。當然，我覺得士多啤梨紅色係最吸引人，藍色是的，很好，灰色甚至是米色，很特別。但這個紅色當然很漂亮，這是蒸汽沉積，也就是 Casio 在 Oceanus 等高端手錶中使用的技術。它能產生豐富的色彩，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，而外觀方面則沒有改變。即是鋼和生物塑料，防水深度達到200米，錶帶也是生物塑料製成。提醒一下 ，GBM 2100系列填補了 GM 2100和 GMB 2100之間的空白。前者沒有藍牙或太陽能電池，而後者的全金屬外殼和金屬錶帶使其價格較高。而 Casio 在這裏提供了一個妥協方案。即使既有藍牙也有太陽能電池，但你不必為全金屬外殼支付額外費用。整體設計依然採用鋼材，這裏的刻度和指針也是鋼色調。是的，當然，許多人不喜歡黑色電子顯示屏，但 Casio 在這裏提供藍色版本，帶有白色經典電子顯示屏。這些矩形排列成磚形。這是一種經典的 G-Shock 磚形排列。提醒一下，在最初的版本中是垂直矩形，在這裏相應地改變了模式，功能上保持完全一致。即是首先藍牙與智能手機同步。我想你們都知道可以設置鬧鐘，例如找手機等功能。G-Shock 的功能也是經典的，世界時間、秒錶、計時器和鬧鐘。總的來說 ，Casio 在功能上沒有提供新的東西。不過 ，Casio 一如既往提供了出色的指針和黑度光儲器，以及亮麗的背光照明整個錶盤。讓我們看看這個版本。黑色顯示屏，這裏所有內容都可讀。在黑暗中，黑色顯示屏總是有些藍色調。背光照明自然出色地完成了其功能，所有東西都清晰可見，即使是錶盤左側的小指針，手錶在手腕上，如你所見，尺寸也沒有改變，49.3毫米、44.4毫米、11.9毫米，即是這些尺寸非常適合中等手腕，周長約16至18厘米，重量為72克，即是由於生物塑料和少量鋼材。實際上重量也不大，戴在手上幾乎感覺不到，並且非常輕便。當然，
呢個色調真係好靚。係，雖然呢度嘅黑色電子顯示屏唔係好液體，但係顏色真係幾鮮豔。應用方面，照舊係日常同運動。如果有需要，你可以將錶帶換成手鏈，佢有快速更換系統，所以如果你想喺更加商務嘅場合使用，咁就可以換成手鏈，變成經典嘅八角形。係，呢個色調可能唔係好適合，但藍色同米色會比較適合休閒服裝。GBM 2100系列原本係妥協嘅產物，但其實睇落係獨立嘅產品，即係呢個真係一個功能嘅結合。好的功能，太陽能電池、藍牙同設計，鋼材當然令佢更加高級。呢個唔係 GAB 2100完全由聚合物製成，雖然功能係同呢個系列一模一樣。呢度用咗鋼材，令外觀顯得更加豐富。如果可以咁講，再講反啲顏色，當然呢啲用蒸汽沉積嘅錶盤設計真係好靚，但米色唔知點解唔係好令我驚喜。米色佢有啲中性，咁講啦。藍色呢個係經典、舒服、低調嘅色調。至於呢個玫紅色真係好靚好靚，但係呢度你可以揀自己中意嘅，係風格定係易讀性定係符合人體工學。因為藍色款式配白色顯示屏，你會睇到啲電子數字更加清楚，特別係如果你視力唔係好好。無論點，3款都可以喺我哋嘅網店 chaster-club.com 買到，所以如果你中意佢哋，可以點擊描述中嘅連結。最後想知你嘅意見，邊款係你中意多啲？一定要喺評論寫低呢件事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記得讚好同訂閱我嘅頻道。就係咁，拜拜。